大家而家睇到呢一個畫面啊，見到成條坑渠啊滿布油污，相信都會覺得幾嘔心嘅。而更令人不安嘅咧，就係呢啲廢油經過提煉之後，竟然有內地食肆攞嚟煮食。有專家嘅調查發現，喺餐廳每食10餐飯，平均就會有1餐食咗由坑渠撈翻出嚟，重新提煉嘅有毒食油。呂秉權報導。油炸鬼、水煮魚、水煮牛肉，唔少人對呢啲油淋淋嘅食物又愛又恨。不過睇埋呢啲片段，相信大家對內地嘅油膩食品將會忌諱3分，因為喺內地普遍回收坑渠油嚟煮食。喺大街小巷，啲人公然喺呢啲又臭又污糟嘅坑渠度不油提煉重用。全國糧油標準化食品委員會油料組組長何東平估計，全國每年有200萬至300萬噸嘅坑渠油不翻上餐台，即係平均每出街食10餐飯，就有可能1餐食咗坑渠油落肚。由街邊檔到5星級酒店都有可能用坑渠油。不法分子潷咗啲坑渠油，會將佢哋燒滾、蒸餾、脫色、除臭，跟住就按正常食油市價1半出售。一個人每個月可以賺萬幾蚊。呢啲不停翻炸嘅坑渠油，亦都係慢性嘅殺人武器，因為入面所含嘅致癌物質黃曲霉素，毒性係砒霜嘅100倍。專家話，啲坑渠油嘅外觀同味道同普通油冇乜分別，學界亦暫時未研究出好似試紙呢啲快速測試嘅辨認方法。有線電視記者呂秉權報導。